咱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带领。伫1872年前，上帝你差遣马介牧师到伫阮的中间，来成做阮的帮站。台湾也因为马介牧师来得到福气。当伊伫1872年4月初10来设立淡水教会以后，也总共有60几间的教会对遮来延伸出去，互北台湾的福音会当广传。通伫2001年的时阵，淡水来掠6月初2做马介日。阮伫每一年的孝念中间，毋是要孝念马介牧师，是阮要感谢上帝，伫遮尔要紧台湾历史的转变中间，主你通过马介来成做一个要紧，成做一个关键。阮恳求主，将即份的疼痛继续伫台湾，继续伫淡水，包括伫淡水教会。拢会当来领受，互阮拢会当得到上帝的恩典，也因为安尼来互阮亲像马介牧师共款，一切拢是为基督。阮将今仔日的赞美礼拜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帮助。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真欢喜会当伫2019年的6月初2，这是属于咱淡水人的一个真要紧的日子，也就是马介日。约略差不多1年前，咱的会友。包括咱的长执来建议，是毋是有即个机会，通伫6月初2马介日的时阵，会当邀请咱国家级手证的老师郑立存老师来到伫咱教会，透过伊的专业，上帝互伊的恩赐，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感谢主，当牧师真好打，安尼来甲陈老师做邀请的时阵，陈老师真欢喜，嘛真阿萨利，就来答应，嘛才有今仔日，咱会当伫礼拜中，上时也通有手证的音乐来成做咱礼拜的敬拜。牧师邀请咱，嘛甲陈老师、甲陈老师，咱用普话声先来甲因感谢。我想下晡的音乐会，嘛是互咱的教会搁再一次将门拍开，互搁较侪人会当因为音乐会来熟悉马介牧师，嘛会当透过音乐会，互搁较侪人进入到伫教会，互咱所做的一切，会当亲像伫1872年马介牧师来到伫淡水所做的代志共款。拢是为基督，拢是为着福音。我想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中，牧师用着马介牧师伊真要紧的一句话，拢是为基督，就是互咱会当伫即中间来去明白，伫马介牧师1901年1901年6月初2过身。受主恩召以后，伊总共活57岁。马介牧师伊伫台湾将近30年的时间，伊透过教育，伊透过医疗来将福音来广传出。就亲像拄则郭树贤校长伊所讲起，伫2001年的6月初2。
咱当时淡水镇的镇长郭泽道先生，伊来宣布用6月初2做马街日。这是全台湾第一个城市用着外国人来做纪念的日子，因为这要来甲全台湾，包括全世界来讲，咱因为马街来得到福气。我想咱倒来到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的中间，已经有154年的过程。传福音的行动一直延续到今。伫世世代代，咱拢一直咧证明上帝甲咱三角同在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记号。无论是过去教育的医疗，或者是到伫1970年代社会的关怀，包括伫现在，咱的教会不断在做人道的救援，和疼心的服侍。咱通过释放大家面向，拢是咧甲所有社会的百姓讲，教会一直来教恁三角之地。当咱的教会面对着无共款时代实况的挑战的时阵，咱要甲所有台湾的百姓讲，教会无离开恁。所以也因为安尼，对1865年，马雅国医生对打狗，也就是高雄上花，一直到伫现在2019年，咱整个长老教会的历史内底。伫无共款的世代，伫无共款的时刻，无共款的教会，咱拢一直咧做一项事，就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咱来讲传福音。我想通过马街日，咱都再一次去孝念马街牧师，或者是你对马街牧师真实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清楚知影讲。若假使无因来将西方的文明带入来到伫台湾的时阵，台湾袂因为安尼来进步。台湾有可能犹原倒伫第三世界的国家，继续伫遐来过着台地公即款的生活。但是咱真正爱感谢宣教师的奉献甲牺牲，因为咱透过因来得到最多的帮助。我想通过伫今仔日个礼拜中，也要做伙用着腓立比人书第2章13、19、15节的经文，来甲咱大家三角来分享。请帮我甲投影片来调起嚟到伫顶一张。伫今仔日个腓立比人书13章第2章13、19、15节的经文内底。大家拢真熟，腓立比人书的第2章，特别是对第5节一直到第11节。真侪时阵，咱咧读保罗的批信，特别伫腓立比书，这是来讲起着一个保罗伊怎样充满真欢喜的一本册。但是伫腓立比人书2章第5节到第11节的经文中，真侪人拢会掠这是做一个基督论。却是伫保罗的神学内底，这是咧甲咱讲起有关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介在伫腓立比书2章的11节，因为伫即个中间来甲咱讲起，无一个喙无称呼耶稣基督做主，意思就是天下万邦万民会当透过耶稣基督是救主即款的宣告来得到拯救。但是伫即个前提的中间，咱看见着第2章，保罗不断咧勉励腓立比教会，勉励腓立比教会，就爱有信心来继续因为耶稣的缘故来向前来领受上帝的福气。人毋通挖靠家己的牛，人毋通因为家己的欲望伫遐来充满骄傲，充满计较。所以伫腓立比人书第2章特别
对第3节到第4节，咱看起着保罗伫遮内面的腓立比教会，毋通结党，毋通为着空空的荣光来做，逐人都爱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身。第4节讲，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所以保罗伫即中间不断咧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姊妹，就一定爱有合一。伫合一的中间来放弃家己的私欲，会当伫顺服的内底来宣告耶稣基督就是救主这款的信仰。所以保罗伫这款的信仰中，伊来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伫今仔日的经文中，保罗徛伫是做一个属灵的老师，伊来教导腓立比教会的兄弟。伊期待遮个兄弟姊妹拢爱听有关保罗的教导，所以伫第13节，保罗讲：因为恁有迄个意愿，有迄个所行，拢是对上帝为着伊的好意来行伫恁的心内。所以伫即中间，咱会当看起着讲，保罗伫第13节一直咧勉励所有的兄弟姊妹，今仔日爱顺服伫上帝。所以伫12节，如果咱若手头的圣经，你会当看起着12节，保罗伫遮要求教会的兄弟姊妹，就爱有顺叹。伫即个顺叹的中间，爱面对着信仰的时，就爱有惊吓来袅袅喘。当咧读即节圣经的时阵，我有机会登去到伫希腊文的圣经，都重新来看，都对照英文的圣经，较知影讲，原来保罗伫即中间咧甲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讲，恁面对着信仰爱有 fear， 爱有迄个敬畏的心，或者是爱有迄种惊吓注意的心。所以伫面对信仰迄款特别拄着挑战的时，保罗伫即中间真期待所有的兄弟姊妹都爱遵探上帝的旨意。因为伫即中间要来成做得救的记号，所以伫今仔日13节，上帝为着伊的好意来行伫恁的心内，就是上帝要拯救咱，上帝的救赎要来成做咱的帮站。当咱面对着挑战、拄着困难的时，所有的兄弟都爱袅袅喘，伫即中间用惊吓的心来面对。或者是来看待伫咱的生活中间所拄到的挑战，所以保罗也甲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来提醒，毋通拄到什么款的事，就伫遐嫌，伫遐真实无假。伫即中间，保罗就是咧提醒所有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姊妹，毋通为着家己的私欲，伫遐来逞强逞勇。伫遐来成做教会的分裂，所以面对着即款的代志的时，保罗也来提醒所有的兄弟姊妹，就亲像伫第3节，毋通自私自利，毋通贪图假的名声，爱看别人搁较敖，毋通顾家己的事。所以当遮个代志，保罗来指出伫信仰的团体有遮个问题的时，保罗就是用着耶稣基督的性命来要求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爱亲像耶稣同款，有谦卑，有顺服，透过安尼，性命才会当得到拯救。特别伫15节，咱看见着伫即中间，保罗用着一个真水的形容，伊讲起着做上帝的囝儿，就爱亲像光照伫世间同款。换一句话讲，今仔日13节、14节、15节，保罗伫遮咧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姊妹，就是毋通为着争论，毋通为着计较伫遐来侮辱上帝的名，是毋望所有兄弟姊妹会当伫合一，会当同心一致的中间，来伫即中间领受上帝的救赎。
若是安尼的时阵，咱从今仔日这段经文扭转来到伫圣经的内底，都重新来看，咱会当去发现着讲，保罗伫遮是仰望信徒，无论伫教会，无论伫你的日常生活，都爱有上帝做中心的信仰。什么叫做用上帝做中心的信仰？就是伫你的生活中间，是第上帝。伫你的生活中间，会当将耶稣的谦卑、自我的牺牲来甲伊认同，来落实伫咱的生活内底。所以伫保罗所有的批信中间，伊拢真要求、真期待所有的教会，大家会当将心思意念来对准伫上帝的代志。若假使是安尼的时，教会的态度会有纷争，教会太有可能会有埋怨。伫旧约的圣经，咱看见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不断埋怨，不断争执。那如果咱有机会咱咧读希伯来文的时阵，会发现着啥呢？会发现着讲争论埋怨伫希伯来的原文内底，就是咧甲咱讲起着，迄就是一个无友善的态度。迄个无友善，就是人对上帝无友善，嘛包括人甲人之间的无友善。人伫埋怨、争论的中间来破坏关系。但是伫腓立比书伫即中间，咱对照过来的时阵，咱会看见着讲，原来保罗就是仰望信徒，唔通活伫只有家己的利益下面，是所有伫教会的兄弟姊妹，拢会当一切为基督，为着福音，为着得救，来完全连接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所以，当咱拢完全为基督的时，咱就袂有埋怨，袂有争论，因为所有的重点拢一直伫于伫得救的代志。但是咱爱承认，伫教会的生活中间，有太侪时阵充满埋怨甲争论，所以真侪时阵就开始分党分派，啥物人也无要让啥物人，直到对得救的渴望来失去，嘛放弃对信仰的热情。上大的影响就是互整个的信心来减少，冲击对耶稣基督的相信。我想今仔日马介日，特别伫拜日的这个时间，咱对历史都重新倒来到伫信仰来反省，来思考咱家己的生活的时阵。到底咱敢有亲像马介牧师，拢是为基督？咱透过历史来甲信仰对话的时阵，咱来问家己：咱敢有拢为基督？马介牧师的态度是一个信仰的告别。最近，牧师有机会咧整理有关一寡历史的资料的时阵，我发现到马介牧师其实对这句话，拢是为基督，毋是干那是伊的信仰告别，是伫伊的侪的文件，或者是侪遮的历史的档案中间，会当看见到我认救主无惊见效的这句话，伫真侪场合来出现。无论是伊带着颜青华爬山，或者是伫家人的庙口，或者是当马街破病伫最后伫眠床伫遐用细声来吟圣诗，嘛是吟我认救主毋惊见效。真侪时阵，咱拢掠做讲，这是马介牧师信仰的勇气。
通互伊伫台湾30年久的时间，拄着困难的时，有气力会当去克服的困难。但是，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咱会发现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马该未掠耶稣基督做伊见效的代志。伊毋是掠这个信仰做见效，伊是掠这个信仰做伊的夸口。因为耶稣基督是伊质疑的对象，所以马该的信心、马该的勇气、马该的愿望是来自耶稣基督。为着福音的缘故，伊毋惊见效，互人牵石头，互人破屎，或者是互人困着，伊拢好担。但是对照现在的咱的时阵，咱嘛爱来思考，咱是为基督，还是为家己？咱是毋是有太侪时阵迷失伫人的扑克声甲赞美，还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来设想？无我就袂使。我真认同中国毛泽东讲的一句话：历史是让人居安思危。当咱如果甲1872年马偕牧师的历史忘记一个事，那安尼咱就无法度来延续，拢是为基督这款信仰的告别。咱就无法度得继续来承接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所放落这个疼甲稳定的束缚。各位兄弟姊妹，特别伫今仔这个经文15节，我想这是一段真要紧的一个提醒。15节甲咱讲这互恁无通嫌，真实无假，做上帝的囝儿无下主。伫社会行役的世界，伫14节你啊看，保罗咧提醒教会讲，毋通凡事拗拗念，毋通争辩。伫15节提醒咱，要做上帝的囝儿，就爱无下事，通伫翻译的世界内底，来伫即中间来成做见证。就亲像照光伫世界同款，各位兄弟，我想伫马偕牧师的信仰态度甲告别，再一次来提醒，嘛，互咱重新来调整咱信仰的方向，因为只有为着基督，咱才有法度成做上帝的囝儿。只有拢是为基督。教会才会进步甲成长。求主来带领咱淡水教会，特别伫马偕这个时阵，拢是为基督来成做咱信仰的勉励。相信咱的教会，如果若做伙来学习、和操练，拢是为基督的时，咱的确会当亲像圣经所应允的同款。做上帝的囝儿，会当伫即个行役的世代中间，照光伫世间。愿主来带领咱，三甲来祈祷。天父天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主你互阮通学习，拢是为基督。当阮伫人生的中间，要有即个操练来成做阮进步甲成长的时阵，愿恳求主来顾守阮，因为当阮要对阮自我的中心来调整到伫以上帝做中心的信仰，阮在即个过程有真大的挣扎，但是阮求主，你互阮会当看见着上帝的美妙，
嘛会当互阮通伫上帝的听内底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互阮的信徒会友会当同心伫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你的恩典，嘛通伫上帝你的祝福中间来得到上帝你的看顾。互淡水教会伫2019年的马街日中间，会当立志重新再出发，互阮通伫上帝的面前都宣告，阮要亲像马街牧师共款，拢是为基督。透过安尼来，互阮得到大大的帮助。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